歡迎嚟到半日遊系列，今日半日遊嘅地方係南丫島。個人認為南丫島可以分為上區同下區，上區係榕樹灣，而下區就係索罟灣。兩邊行程會有不少嘅差異。榕樹灣主要係行沙灘同食嘢，以慢生活為主；而索罟灣主要係行山同活動為主，例如神風洞、危作石同文化村。當然，如果大家有時間，亦可以一次過行晒成個南丫島都得。而今日遊嘅主要係榕樹灣。落船第一步當然係醫飽個肚先啦。今次食咗一間普通到極致嘅車仔麵，叫 Cuckoo Momo。兩個人都叫咗3餸車仔麵 ，total 試咗豬皮、炸花枝條、豬大腸、魚蛋同午餐肉，基本上都係普通嘢，就唔多介紹啦。但勝在價錢夠親民，每碗麵大概52至60蚊左右，睇大幾多個餸啦。喺南丫島嚟講，其實已經算係好平噶啦，因為一碗豆腐花都要20蚊，同埋呢度環境都唔錯。雖然間鋪唔大，但坐落都係舒服嘅，唔會覺得逼。氣氛同埋佈置個人覺得都唔錯，幾有慢活 feel。如果大家同我哋一樣係窮遊的話，亦都係一個不過不失嘅選擇啦。食完嘢就出發去食網上大家都介紹嘅阿婆豆腐花。個人覺得味道都可以接受嘅，夏日熱辣辣食翻碗凍豆花燒薯都唔錯。不過價錢已經由16蚊加到20蚊啦，同埋呢度真係好多蚊。今次嚟南丫島，我為咗可以行沙灘同埋落水，所以我着咗短褲同埋拖鞋，基本上係俾蚊咬住嚟食。我食豆花時，蚊就食我，就算噴咗蚊怕水，其實都冇乜用。講翻食物質素啦，豆腐花算滑身，甜度合適，味道算中規中矩啦。總括而言，我就覺得 OK 嘅。不過同行嘅人呢就有話說啦，個豆腐花唔抵咯，20蚊一碗喎。因為個豆腐花頭先佢好鹹啦。即係佢唔係有滑嗰隻啦，但係 OK 嘅。如果佢係好食嘅話，但係問題佢唔係啊嘛。但係20蚊一碗，佢冇冷氣冇風扇，咁佢煮燒咩田園豆腐花 OK，我唔理佢，但係佢冇豆香，已經係敗不點。佢成個豆腐花其實佢冇乜嘢豆香喎，分分鐘可能衰過即係盒裝嗰啲，我覺得搞唔掂咯。唔知就係個預設會抌啲薑糖落去，咁我紅糖派嚟喎，咁我點算啊？你一下已經咪抌咗啲薑糖落去，即係成個台入邊一啲紅糖都冇，嗰啲紅糖派完全冇放。你同講真之嚟，只係20蚊一碗，兩個人食咗40，黐線嘅都。食完豆腐花，我哋沿住小徑出發去睇風車啦。途中會經過大灣土海灘，今日嘅開場就係呢個位置。我查資料第一次見到呢個發電站嘅時候呢，就已經唔知點解好想擺啲 EVA 高達上去，好有戰場感。補充翻呢邊其實唔可以游水嘅，所以人流方面會比較少啲。大家可以選擇喺呢度坐喺樹蔭下面，一邊聽住歌，一邊享受海風同陽光。而我呢，就喺度坐咗足足1個鐘，就係乜都唔做，就喺度望住個海，然之後聽歌。我仲特登帶埋個喇叭嚟添。放空完大路，我哋繼續經小徑上山，大概20至30分鐘左右，就可以行到去風車啦。南丫島大風車喺2006年2月正式啟用，並喺今年2026年嘅5月11日已經正式停用啦。total 任期20年。我今日5月27號去嘅時候已經圍晒板啦，但風車個規模係好巨大嘅，即使喺外圍睇咧，仍然可以飽覽晒風車成個嘅全貌。同埋呢度仲有一個嘅打卡點，就係喺風車對面嘅一條小徑，沿住小徑上到去呢，係一個涼亭配埋一啲嘅台凳啦，大家可以喺呢度飽覽港島薄扶林同鴨脷洲嘅風景。喺山頂嘅位置配埋風景同微風，又可以超翻半個鐘啦。再次放空完個大路之後，我哋就翻落山去呢個聖洞爺海灘，順便試埋輝記豆腐花。聽聞網上面有評價呢度比阿婆好食，不過個人覺得佢嘅環境同品質其實都差唔多啦，都係咁多蚊。今日 total 咧就俾蚊咬咗15啖嘅。咁呢度豆腐花嘅價錢都同阿婆一模一樣啦，都係20蚊一碗嘅。喺老闆豪氣嘅介紹下，我叫埋一個椰青，咁就35蚊一個。價錢好老實講就見仁見智啦，遊客區都算合理啦。椰青食完記得留翻低，聖洞爺海灘嗰邊咧係有水機可以裝水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有帶水機的話就可以無視啦。接下來又再次交俾我哋同行嘅人再次評價。
頭先又係食咗間輝記，又係廿蚊碗，老實講貴㗎啦，但南丫島係咁㗎啦，好食喎！呢個咁嘅阿婆起碼係幾萬倍先啦。首先佢個豆腐花終於係滑㗎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個豆腐花終於係滑㗎啦，之後佢終於有紅糖啦，佢有咁大啱嘅紅糖擺喺度任你筆，佢唔再係 default 擺啲薑落喺度，就冇得你揀。就係呢點，我覺得已經係屌打緊阿婆。其次就係味道嗰方面，我覺得豆香其實兩間都差唔多嘅，但係我覺得輝記更加似係香港嘅 average 嘅水準，而阿婆就覺得鉗啲咯。講翻聖動儀海灘，其實只係喺大灣肚嘅隔離嘅啫，但係佢嘅景觀咧已經比大灣肚窄噶啦，主要係因為側邊座山近咗，所以多咗一啲壓迫感喺度。不過呢度咧就有合法嘅游水區域，所以有埋救生員啊，同埋廁所、更衣室等等。大家想游水嘅話就可以嚟呢邊。同埋呢度除咗輝記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餐廳啦，可以一邊睇住個海一邊食嘢，其實都幾寫意噶。沙灘上面亦都有幾張嘅野餐台凳，可以坐低擺下嘢，亦都有大樹可以嚟擋陽光。不過個人點都係中意大灣肚嗰邊多啲，因為嗰邊少人啊。最後嚟到榕樹灣遊樂場對出嘅碼頭睇日落。呢度正向西北可以飽覽晒成個日落，慢慢見住個太陽沉落水面啊！日落金光會照射翻去南丫島嘅房屋，西斜到爆啊！講下笑啫，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其實可以喺度慢慢等到太陽落山，睇埋萬家燈火着燈嗰一下就仲正添啊！咁大家嚟嘅路上亦都可以順路睇埋天后古廟啊！咁其實佢只係一個好細嘅廟嚟嘅啫，大家順路可以過去望一望，影張相。咁我哋今日就去到咁多啦，但係如果大家有 budget 的話呢，其實可以喺度食埋海鮮大餐先走。不過我哋就冇啦。今日半日遊去到咁多，如果中意記得訂閱分享，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 啊，會有更多香港玩樂資訊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